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港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日来到台北的大龙帮，大龙帮古早真有名声，而且呢，这个贺安宫真正有名头啦。什么物件？你来看这个狮头，你有注意到无？这狮头无耳响啊，而且有七彩镜，这真正是古早狮。你知哦，知影是安怎人狮是有啥物学问？然后我来看咱今仔日台湾新港界。理事长啊，其实一般人对这个狮头已经真兴奋啦。对啊，对啊。但是任何人一看到咱的狮头，就知影讲，哦，这狮头小可无共款的。啊，哪敢狮，啊哪会无耳响啊？因为伊在153年的时阵哦，因为狮兄弟相拍啦，狮兄弟冤家相拍哦，啊，地主要装头时段出来讲话的。为什么相拍？为了到底是要保留迄个武功，还是要保留这个人法啦？哦，是毋是爱保留这个人法？啊啦，有时日本人来嘛。哦。来日本人来的时阵，业绩前讲来，你准备好啊未？啊，你讲好嘛，无伊法啦。嗯。对。啊，迄阵就有人讲我缅甸啦，咱来个练闹意思。对，啊，这阵拢这是保持一个传统，这是练身体，是练面讲上台。我兄弟啊冤家，兄弟冤家时段才装下时段才出来处理。伊讲吼，老人若多啦，头人就耳讲轻啦，所以为遐搞挂开。哦，啊，为遐从此之才使就无影。哦。这真正传奇呢哦！对啊！牛人若济，头人若耳轻啊！哦，这有道理呢，这人生的道理呢。对啊！啊，就应该耳讲啊挂起来。挂起来啊，做这就无耳啊哩。啊，所以还佫是保持着咱的顶路。对，啊，保持是甲阮是五行路上色。你讲一摆，五行路上色上色。哦，五行啊。你我讲金狮就真会叫金狮，因为金属白啦，伊头壳是白啦，啊，头壳是白，所以做个金狮啦。啊，金狮是安尼来，毋是讲真正金色。啦，伊即摆摕安尼时阵，还着看伊壳嘛，看这壳嘛。嘿，但讲真壳金嘛，真壳金嘛，嘿对。所以这个金嘛。哦，所以咱讲真壳金就是这个意思啊。哦，所以是北平五行属金。对啦。哦，所以这个意思叫金狮。啊，伊有七星嘛，七星行。哦，七星行，这是伊知名路嘛。啊，知名路。啊，伊即摆行开的时阵，伊即摆日头反射的时阵，会去射落人目睭啊，会去了乱着对方会行动啊，四线啦。好。啊，这个就逐人啊，这逐人，这你无看，你莫看，这逐路的老位。听咧，的老位哦。哦。啊，像这地龙啊，这地龙啊，这不是挂佚佗的。这地龙啊，较早有野生动物保护啊。有挂地龙啊，表示讲这是有人饲的。哈啦。哦，这野生动物法啊！系啦，哦，这有人饲的，所以以前并无这。以前有啊，以前有啦吼，但是就表示讲这有人贩用，有人饲的啦。这狮是咱的啦。对啦。哦，是这个意思啦。啊啦，这偌重啊？偌重哦，20几斤啊，20几斤， 20多斤。哇，我这后我多，这后我多。你看红皮就西红啊。红皮西红，红皮就西红，西红再炒红皮，啊，即摆民主社会大家嘛，大家较凊彩，欢喜多啊，欢喜多。
但较早敢若都无使炒。啊，那开喙甲无开喙？开喙啊无开喙，看你这种地方性的差别啦。新竹嘅台中迄边拢无开喙啊。对。啊，你若落啊台南，你就要开喙啊。地域的差异啊，地域的差异。啊，咱这拄好开喙啊，咱咧开喙。啊，咱啊，讲到讲一个讲，咱的西其实啊，甲湖南有淡薄仔即个渊源。这是湖南人来教的啊。即咱的骹路是湖南人来教。啊，这人法啊，甲地方讲拢是啊。连脚啊，这嘛是湖南人的脚啊吗？对啊，对，这西，这个西头甲这个西北嘛，拢湖南人来出招。伊这出招爱下你来下人法的，这较袂改啊。哦，不会伤大，啊歹人，啊伤水，佮看了疗效。较袂改。哦，所以啊，咱头讲到这湖南人哦，这真趣味哦。其实啊，1895年进前哦，老兵团或者是因遮做官的人吼，真侪湘军啊。湖南的湘军伫台湾，对啦。啊，所以甲咱教的。啊啦，因老来教来的。哦，所以啊，真有渊源伫个。对啦。但是我想，我也知影讲文章有写讲，即摆恁有去过湖南去看过？啊，看无啊啦。湖南都无啊啦。漳州师范大学要来讨啦。要来讨等于我无因通去啊。你派迄个交学生来，我家己教会使啦。要来讨，摕迄个国文，你这国文来，踮台湾都无效，你摕国文，摕迄福建省的国文来的，讲国文来就无效哩，对。讲恁派交学生，我甲教我去。来认真学。啊啦，像当初时恁安尼。啊啦，我甲教2年啊，教2年啊，你就使查2年啊，对。啊，这就是文化保存，然后一个复兴上重要的意义。对啦。是。这张相片是51年什么情景？我知影是公务节啊。啊，这嘛是咱的嘛吼。对，因为华乐车嘛。华乐车嘛。哦。啊，这是公务节升起中山堂游行。啊，遐有一个主席台嘛。嘿。啊，你艋舺行到遐，头顶的人加入啊，个人走。啊，夹着啊，个人转去啊。哦。啊，这就是去到遐，去到主席台。我为要落转来啊！所以这你甲我讲，这后面这认得出来，这是倒位？这就铁路警察局呀！啊，以前铁路警察局的迄个重庆南路。对，拄啊伫个下路尾啊有啊。哈，要接来放门遮啦。啦。哦，错，哦对啦，这其他这有行号啊，咱都认得出来吼。迄阵还无，迄阵敢若还无重庆北路的款啊。也无中京北路啊，中京北路还未拍通。这真老热的迄阵时咯，吼。啊，你全宪兵甲警察啊，你看这宪兵啊，这警察啊，你注意看，全军方的人啊，哦，你这种较早无议量啊，所以大家都看老热。看老热啦，对啊。来，咱这张中央社的哦。民国39年3月30日，拥护蒋中正总统继续领导反共抗俄民众大游行。哇！这个时代就是移民还未开的时阵啊。啊，去联防啊。联防还阁有啊。嘿。啊，现在就是移民啦。这边才有移民。啊，这边吼。这边才有移民啊。对呢。移民还未开的时阵啊。是。哦，啊，这顶头个大梁呢？对啦，这就看到咱的梁哦。对啊。哇！这县道的嘛，这连有分县道甲宝道的。啊，这县道的啦。县道就角头的啦。县道咱角头。角头的，啊，宝道就是沿下的。沿下的啦，哦，是。啊，咱的北管出阵拢是行头前嘛。北管就北管在要成上头前。对。较早是西头龙尾后主地。西头龙尾后主地。哦，咱来看这个吼，新村，这顶头看这个。这华乐社的新村啊。哦。敢这阵是西直地啦。这阵西直地啦。这是落车。落车。三代镇吼。对。哦。
这咱新村的，西镇的啦，西镇的啦吼。啊，那龙镇的，龙镇无啊。哦，那其他的新村的，其他新村拢花路社的。大陆讲算咱遮主席嘛，保持10年算咱遮主席。主席哈。啊啦。咱的这角位啊，恁这角市的主席啦吼。所以咱大龙帮大拜拜当时。3月14。3月14吼，是农历的3月14。对，伊即马3年走起来一摆，其他拢定点表演啦。定点表演啦吼。哦是。啦，明年欢迎来大家来参观。明年搁3年一科啊吼。明年大赢。明年大赢吼。咱嘛会出演咯。咱头一个啊。是咱头一阵咯。头一、第二、第三阵拢咱。这张相片是中华民国54年7月4号，南口美国空军基地表演纪念。这就是美国国庆日啦。去迄阵政叫咱去闹，迄阵台美还未断交的时阵，去陆军啦。去陆军啦。这吼，这安尼去。这西亚就伫内底啦。西亚，你倒一线？你这个吼，你10几岁啊？我民国14年出世的，好几个。即马搁伫咱这个西镇内面的，搁有无？有啦。搁几个？搁就无几个。就无几个啊！哦，恁安尼恁师傅级的呢？无啦，无师傅，阮就无算师傅呢。阮拢师兄弟啊，阮师兄介绍。砖头的哦，无师傅啦。拢师兄弟啊。师兄弟。哦，这安尼行过来嘛，有几年啊？50几年啊！50几年啊！这民国112112啦。112。54年啊，几年啊？58年。对啊。这阵是你人偌久？这我是甲这个一套，我用一套手啦。哦，你两个一套手。安尼练偌久？我这个囡仔敢若迄个无偌久啦，嘛练到迄个算讲要去迄个顺，临时落去练，才开始。这一路拢无断过吼。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安尼舞才55、60年，对你来讲，舞这人师什么意义？这就较早因为无地走啦，然后你别讲开落就，逐日忙酒咧土地公啊，算讲逐个都咧，迄落敢若练身体啊，敢若迄落诶。安尼久了，年久入深了，你会感受，你会感慨，你会感想。我就讲练健康诶。练健康诶吼，你对。我知影讲你真侪文章来报道你吼，讲你古早是听道理，以早是伫教会咧听道理。啦，对啦，是知嘛啦，迄阵无乖诶时阵啊。煞来是因为阿姑来甲你讲，阿姑甲我妈妈讲啦，甲你妈妈讲，甲我妈妈讲啊。所以算起来，恁兜是世家本来就是咧人师的吗？不是啦，迄是拄等阮这2代有去捌着，去插着啦，啦。这个西镇是庄头的啦，庄头所有人吼，集中这力量来养活这只狮啦。你讲到重点，狮头是咱庄头的。对啦。安怎讲吼？真济我亲像少年朋友可能无法度理解讲，庄头这个狮头是庄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属于个人的啦，这是属于规个庄头所有人的共同的财产啦。平常时狮头放伫倒位然后有啥物组织，通好来练习，通好来做这个出演，还是讲来去庄头来去踅，是啥物样的这个模式？伊平常时拢伫土地公啊，伫土地公，对啦，咱开庙啦，伊徛庙无徛馆啊。伊徛庙无徛馆啊。这真正重点哦。对啦。徛庙无徛馆。那有的狮是有徛馆。对啦。所以咱的狮第一特别的。咱会使徛庙啦。会徛庙的吼。徛庙。爱徛庙的狮，爱有啥物要件，有啥物特殊的所在？伊当然是经过几啊百年吼，几啊摆长逝病啦，敌人甲病牺牲真侪人啦，所以伊的收入怎提升来啦？
啊。哦，所以你来看哦，我一开场的时阵哦，我就甲观众朋友，我安尼讲唔知对唔对啊？咱来看这大龙帮会使哦，咱唔那是来看民俗啊尔。哦，我讲大龙帮这只狮哦，迄唔是民俗而已啊，还佫有历史。对啊对啊。顶下交饼，哈，江砖饼，好啦。哦，啊，这吼，这历史讲袂完啦。但是吼，先甲理事长你个人的故事吼，先讲互咱观众朋友来了解，讲是，咱开始，因为你听起来是，我看文章你啊，你完全迄阵是完全一张白纸啦。对啦对啦，我无爱人使啦，无爱人使。迄阵少年要来跳舞啊，哪有人使？迄差有几当进去？哦，20当前啊，我30几岁的时阵。30几岁吼，啊，38个。长拍的时阵。啊啦，长拍的时阵。嘿，啊，刷来你安怎讲哦？讲这是你的使命也好，还是你家族，还是讲我这规个砖头？啊，就妈妈你讲，妈妈阿舅甲讲，阿舅甲妈妈讲，你若无爱插也无要紧啊。你后摆来我都面对阿公甲阿爸，你做你莫插。个厉害！无搞到妈妈你讲，啊妈妈语重心长来对我讲，讲歹囡仔，啊你无插袂使啊，对，啊剩你通迄款尔，啊大家拢推荐你的，所以我就将教会迄套管理方式给摕倒来。哦，教会迄套管理方式，啊啦，安怎讲？社团法人你的制度。所以咱是台湾头一个成立社团法人的。有道理。啊啦。哦，无过去吼，西管也好啦，还是讲庙宇的组织吼。对啦。较线先。对啦。吼来的人吼要来啊，要去吼，拢随在伊无管理。对啦。因为过去吼，拢无一个组织性啊，踮咧我的手看到啦。啊，过来就是，我感觉讲安尼袂使啦。哦，你要做啥物代志？比如讲你要行一个公文，你也无伊来通等啊。我要清一个路权，嘛无法度啊。对，啊我人教会小弟就安尼教，讲你来组织，你来组织入面团体，来传只师来减少落来。这有影是时代的变化。对啦，时代变化。真正是拄好留在这个手头。啊，若其他的人就寥寥小小，就无一定就做。咱大龙帮的使都无去安尼。但是迄阵时你敢毋想讲，哦，这历史的这灯担伫咧你的肩头。袂啦，我迄阵是初是感觉讲阿舅加开钱的，加开钱的。啊啦，气死老命。啊，因为我看阮厝的时大人咧插，逐摆拢发插甲嘿叫安尼，麻大麻细，对。我怎慢慢看，我入去看才看到伊存在意义甲价值啦。啊啦，你会当记一下例讲，这个物件存在意义甲价值在哪里？因为伊甲别人无共款，阮只使吼。别个庄头人袂晓人啊，有影。哦，啊你也无法度叫人来斗相共啊，啊你一寡师仔拢流去，一直流去啊，啊你若无紧补来吼，总共要转去就无去啊，啊啦，转去就无去，啊无去我变做你啦你。所以我讲你一开始你就有这个担当伫的吼，但是我乐在其中啊。你有欢喜吼？有啦，欢喜。真正有欢喜哦。有啦。哦，啊，慢慢啊学，你家己有有啦。嘛有听吼。你甲咱讲吼，咱这个徛庙无徛馆的这个师吼，主要咱头仔初啊，咱小等有一半会来讲咱的师甲人无款吼的所在。另外，我所知吼，咱的师吼，顶路，咱讲有咧人顶路。对啊。那一般的师吼，已经无人咧人顶路。无啊啦，无捌看人人顶路啊。我讲一个白哦，迄戆的才会咧顶路呢，迄真正麻烦哦。顶路吼，你伤苦的破绽较侪啦，你较容易受到攻击。徛起来嘛吼。啊，你徛起来嘛，
这个你监督你若举关卡的时阵，你身躯下骹拢全破产。啊，你若举中路较补才会对啊。啊，顶路吼就是较阳刚啦。伊你人的时阵，你拢会出全部力啦，无只个屎会看死死安尼。啊，都看起来较好看。对啦。我较爱看恁大龙宫的屎。是。无，毋是调工，你节目是，我吼17岁就来遮过。哦。所以吼，最少来讲吼，敢若来甲足熟悉的老朋友吼，啊，嘛知影讲，咱遮除了西镇以外，啊，还有北管。有啦，啊，还有零啊。哦，啊，还有零哦。对啊。啊，你零嘛是咱西影西地就爱去捡起来。对啦，即马无人啊。即马无人啊，无够人啊啦。你即马若讲到人吼，你有想讲，那这老班的，咱人拢会老化吼。对啊。新生的，你安怎按那个吸引啊人啊甲顾掉？有啦，啊人都一直找啊，即马人都无生啊，啊无生就无法啦。安尼我送阮囝来。好啦，就真欢迎啊。吼，会当收这3岁吼，无得发挥的呢。3个较细汉啊，较大汉啊，较大汉。你甲咱讲吼，以及吼观众朋友爱来了解吼，咱这环境也好，还是咱这西镇也好吼，咱的历史是真悠久哦。对啊。吼，咱来看这个相片，这张相片你先摕互咱看者。哦。这张相片是迄个日本时代吼，日本时代日本官员吼来教育的时阵，你注意看吼，这边啊两个牙签，日本大人啊，牙签你看，卫兵诶，啊卫兵，就是讲伊对面有官方的人啊，我因为那牙签在这盖好啦，哦，因为你这有刀有枪啊，啊，我因为我发觉这个，这是啥绑架？啊，因为阮看到这只狮哩，看到这只狮毛，一年就知啊，阮的狮毛变。你看100-200年来吼，伊拢无变啊。啊，阮知为这个所在的话，放大调出来，而且有写大日本武德会大龙洞练习所，是武德会的时代啦。对啦，武德会。伊甲咱这个所谓这个民间企业，来拢改做武德会啦。对。吼啊！这真趣味哦！我放假啦，我一看就知影讲，这毋是梁山寺啦。啊，这翕的人唔知啊。啊，翕的人唔知影，啊，就写吼 Festival at Moga Manga 安尼啦。啊，其实是咱大龙宫。对啊。哦，这内面吼，瀑布啊，即摆还佫拢维持掉的哦。有啦。所有的计程拢维持掉。有啦。哦，所以这张我想应该是1895年前后的日子，迄阵时哦。对啊。吼。这就是咱大龙帮的。对啊。吼，啊，另外这张，哦，这张更较趣味，这观众朋友吼爱来理解。所以我来讲吼，咱今仔日唔那是民俗艺，就是技艺安尼啊。这张你看画下面，下面还未加你看，有无？有下面还未，有人下面还未加哦。这张是踮李春生哦，大头顶的好人哦，李春生啊，因兜的家族母啦，因的家族母啊，家族母请出来时阵，伊这是一个土，我讲土城啊，伊这个所在4米拢护城河嘛，啊，用迄土空起来，啊，这就是踮咧比赛啦，踮咧比赛啦。啊，为一摆比赛，这差不多1895年后了后，差不多无3年，因为这吼变流啊吼，这还佫无剪呢，有人还佫无剪，有啊，佫无剪对啊。吼，但是我所知差不多5年之内，拢爱剪起来。对啊。哦，所以这真古早的物件。但是李春生若爱发起来，嘛是差不多1895年后面啊，这几年。哇，这吼武演的人士，台湾吼，伊这也是爱对这边读来，
为民达去。台湾土人的演武。啊啦，对啊。哦，叫咱土人啊，写这安尼吼，这嘛是咱的人。对啊对啊。因为拢认这个师啦。对对对。吼，所以吼，咱若认这个师的正字票字啊。对啊对啊。吼，这条师足好奇的，啊，家己本身对这项艺术嘛有兴趣，啊，就爱来学来学习安尼。咱这位师兄吼，嗨，你叫啥名？啊，我叫廖政福。廖政府啊，廖定福。廖政府。廖政府，都真正廖政府哦。哦，咱有政府会做代志哦。哦，你甲我讲吼，这狮头对无开始要安怎用？哦，底部开始，阮这条狮头呢，就是拄开始爱捏土。捏土。嘿，为土无开始糊甲捏，啊塑形。啊塑形了爱放互搭。放互搭，嘿，放互搭了，再纸啊一沿一沿甲糊起哩安尼。糊纸落去。嘿，糊纸落去，啊糊纸落去，爱搁纸一沿一沿互搭，无伊会闭去，啊闭去了咧再甲脱模。再脱模起来。脱模起来，脱模起来了再甲做彩绘即个动作。哦，就爱个啊，这个菜是用什么菜？这个菜呢，就是用咱一般咱画类似敢若广告颜料的迄种。塑胶。嘿。啊，但是你有当时总是会拄着风雨啊啥的，啊安怎防水？啊，这擦刷了外口还搁擦一沿敢若透明漆。哦，是。嘿，无你压水的是伊的褪色。你若拄着那出电头，也是安怎去淋着雨，啊伊会褪色，惊伊会褪色安尼。啊，而且会倒开。对，啊伊这是纸，啊纸会搁会歹去。哦，所以。这总共做这个时间才要偌久，因为要等啊。哦，这哦，自捏涂模开始，甲脱模，甲彩绘，这差不多爱半年的时间。半年一粒赛道。差不多爱半年，因为你捏涂的时，你爱互迄个涂爱互搭，你才会当过。糊纸。无，你爱一沿一沿，无你内底无搭，你搁。去了，伊搭你会全部闭去，闭去了，你就无法度糊纸。哇！嘿，所以你爱豆了。照顺序，照起工啊！对。啊，这镜安怎安去？哦，这镜安怎安去了？这镜就是伫迄个伊纸的，因为伫涂模，伊就会创这个形状。啊，创这个形状了，因为你脱模起来了，伊是一个模嘛。啊，再甲纸来再甲镜创起哩安尼。哦，伊本地老浪旁地。哎，对。浪旁地啊，才好法度倒镜入去。哦，所以这本身就爱先想好。哎，对。啊，这开喙的，这喙边啊，是后来才按落去，还是？对，这喙是因为你原本的无干那这个顶管尔，啊下海这是另外搁倒起哩的。哦。这是另外搁边，啊再搁甲倒起哩安尼。边这得边啊。对。是。啊，你甲咱讲吼，这西毛呢？哦，这我们叫西章。西章吼。叫西章。西章伊这是用阮讲的苎麻。哦。用苎麻啊雷尼色，嘿啊，阮伫讲的五行的色彩安尼。五行的色彩。对。五行的色彩是对五行啊。五行就是阮讲的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嘿啊，青赤黄白黑安尼，即个五色雷尼的。哦。青、赤。嘿。黄的、红的。哦，红的。嘿，啊，搁蓝的安尼。哦。啊，搁乌的。啊，搁有乌的吼。有乌的。乌的，就有乌的。所以咱这狮头本地就是用这个五行落去，才叫金狮嘛。哎，对，你看这条狮头的色水嘛是用五行的色水落去做彩绘的动作。你无讲唔知哦。哦，你这学校的算做建教合作哦。对。你即摆大学几年？哦，我已经毕业啊，吼。我已经毕业。啊，你是啥物因缘来到遮？啊，因为就是迄当阵起来读大学，啊，读大学的因为大学的缘故，啊来甲再来甲即个。甲使结缘。嘿。啊是
你挑剔来学的，还是讲，即你看到突然间，即机缘安尼？就是感觉对这条师足好奇的，家己本身对这项艺术嘛有兴趣，就来学来学习安尼。你本队是读什么系？阮是国术系。所以你本队就有咧比国术。我较早细汉的时，我就是练国术的。哦，所以甲即个西甲西丁，佫袂分离啦。对。但是真侪少年朋友可能我代替因来问讲，咱这舞这敢有出路？舞这有出路吧？阮是感觉讲这是一个兴趣，一个阮讲的强身健体啦。嘛是一门咩讲艺术。你若讲有出路嘛是有出路啊。怎讲？出路嘛是你嘛会使带即只师去表演啊，去创啥啊。你本身呢？你听讲有真侪恁的师兄师弟去做迄个国术馆啊，当推桥。你咧？我嘛是。你嘛是吼？讲到底你嘛是做这吼？对。这吼强身健体，佫有出路，佫会当咱甲即个文化甲传落去。对。这真有意义呢。对啊，是啊。感谢。喂。你小甲我教者，什么3点金吼？安怎卡路，安怎比？互阮点影师来看者。你会当小甲我教者，对啊毋对？安尼。一般。正骹头前。吼，安尼吼。后脚往前。安尼。吼。爱跳它，要跳。爱跳吼。安尼。对啊毋对啊？然后这个没有，踩下去。搭倒去。有一个点的。这伤定哦。就我摆势，我头一摆3点金。这3点金看的，这卡路是基本的了吼。看你安尼压起来，佫有咧比安尼吼。若中路的咧？无啦，就顶路甲下路啊。顶路甲下路吼。咱来看这吼边佫有这两个，看个咱这举做是小龟仔壳，唔知的人举做是小龟仔壳，咱这叫啥物？这个西龟啊。西龟啊吼。这个哦。山中精灵啊，但是爱考啦。另外爱考个老片哦。爱考个老片啊。无朋友啊，所以甲世界做朋友。这还佫有传说的这山中的小鬼啊。山中的小鬼啊哈。这叫我讲的。发觉。所以这种意涵的吼，爱考个老片。爱考无朋友。无朋友。敢若世界做朋友。所以就是伊的好朋友就对啦。这叫做西龟啊。若这咧？这西干啊。西干啊吼。西干啊。就查某干的干啦吼。剪鱼哦，甲个是螃蟹的剪。对。女字旁个是螃蟹的剪。西干啊是啥物意思？西干啊就是你红台一只西啊。这较早就是迄个电容的查某囝。电容的查某囝。伊歪嘴哦，伊歪嘴啊。要出嫁嘿。要红台小姐哦，歹向嫌。就去顾一只西啊，歹去顾一只西，但是伊天生神力啊，伊天生神力啊。所以你看其实这个不管是传说还是过去的这架势内面拢有意涵着咱人是生而平等拢有一个基础一点路啦所在。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对。这就是西干啊。西干啊，甲西龟啊。这两个作用是啥物？这个作用就是你拿迄个西龟啊，西内要架桥啦，想要架床头西龟啊还是教庙西龟啊爱带路。先去报。西龟啊，等来甲往西桥甲西龟
会使带路啊，会使带路。敢若报马啊，这种迄个，啦，这种作用对吧？啊，那西干啊咧？西干啊，就是伊真正作用，伊若太西球的时阵，伊看到伊的作用啊。太西救西的时阵，看到伊的作用。太西救西的时阵，看伊的作用啊。伊就有一个戏剧内面一个角色对。对。哦，是，这两个吼。哦，啊，这嘛是用纸去做的。纸壳，这嘛纸壳呀。咱咧过去的咧讲吼。对啊，纸壳呀。咱俗语咧讲吼，一纸二木三图啦，纸上用啊。对啊。哦，这放嘛是真久安尼吼。对啊。这是拜笔。拜笔。那叫啥了解？哦，这就一节。哦，这是拜笔啦，拜笔同基本的。同基本。拄落庙同基本来拜笔啦。啊，刷了，还有另外，咱一般的这个有15节。十几节啦。十几节。啊，每一节拢有每特定的动作。对啦。啊，甲卡路。啦。哦。所以咱来，咱若要学的人，就要对这上基本的开始。对，这基本动作开始啊。开始再慢慢来。循序渐进的。那秋山乡因安尼人家安尼，啊差不多偌久啊？哦，上基本的3个月啊。基本的3个月。啊，你阮人家伊只有熟手爱2年啊。啊2年哦。因为慢慢了，伊家己去了感觉，一工会用会调度转来。一工会开。头壳会开去啊！哦，好，感谢呢，哦，感谢。伊咧头一节。头节啦哈，头节就太祖话哦，太祖话好，有哦，太祖话哦，哦。太祖话好啦。对，太祖话哦。头节就静心啊，净身啊，干净一净哦。啊，静心啊。静心啊。每一节哦，会起手势拢是太祖话哦啦。哦，每一节会起手势啊。咱这种物件，敢有文字然后记载传落来，还是有啊，有即摆我录就写这啊。啊，你论文就写这。但是你在你进前，敢有人安尼？有啦，我就真啊叫李美龙老师写去。我叫郑景成，然后我毕业于文化大学国术系。国术系。对。我叫廖建富，我嘛是毕业文化大学国术系。我叫李云祥，我嘛是毕业于文化大学国术系。我叫林玉峰，我嘛是毕业文化大学国术系。啊，恁这拢国术系哦。嘿。啊，恁是当初还是学长甲学弟？学长甲学弟。啊，是安怎拢是招来遮人才？因缘机会啊，刚好那时候学校的老师就是有要找就是建调合作啊，刚好就找到我们那个二哥李团长这边。对，那我们就刚好因缘机会下就认识啊。我们本身也是
从小就习武啊，就是对这个方面很有兴趣，这样。没结婚的对啊。对。但是进前拢捌接触过吼，有接触过吗？也是都有，对。给剑拢有。对。所以真好就开始安尼，直接就免练习吗？敢不要搁学者？哎。我在位头。甲以早你细汉时阵咧舞的，来遮真正正式来学的，有啥物无共款？你会当每一项讲一下。我本身我以前是学更当赛的啦，所以对那个我们是跳梅花桩啊，步伐那些都是跟短蒙赛不一样，因为它是属于是颠楼赛，对，然后不管是重量啊、舞法啊，就是秋楼就是完全都是不一样，对，因为广东是其实很多动作就是表演性质比较多，对啊，短蒙赛这个步伐就是我们颠楼啊卡波，就是展现大开大合那种。所以较硬体啦咯。对，差很多。差很多，较硬体啦咯。我是感觉这只赛加足重的，嘿，啊人款嘛，甲人无共款，啊足特别的，啊伊佫无耳啊，嘿，伊佫无耳。你操学偌久才感觉讲我掌握起来？我差不多学偌久哦，嘛差不多1-2年的时间，因为这拄开始学的是一定无像即马人开遐熟手。啊，嘛是爱家己伫人的是家己去体会迄个感觉，啊，人久啊，就会家己知影要安怎掌握迄个感觉安尼。啊，人开西行，甲拄开始学的嘛拢无共款。较早学广东西啊，嘿啊，较早学的较属个人的较济啊。啊，若甲大黄蜂遮，伊较注重舞阵啊，舞阵就是大有配合，比如讲摇旗花啊、双步错旗啊。反正有寡对头较济啊，尾仔佫会学狮头的制作，嘿，比如讲安怎顾狮头啊，安怎做，嘿，我感觉足趣味。你头讲会讲对头较济，进前你讲两项，迄是啥物物件？之前我学广东西嘛，啊，武术是较属于个人较济啊，嘿，较无安尼遮济人同齐配合。嘿，较早摇旗花啊，比如讲摇旗花啊，摇旗花，嘿，啊，比如讲双步啊，有错旗的动作安尼。双步，嘿，双步是啥物意思？斧头啊。哦，双步。嘿，较早较无咧接受这啦。双步即摆较罕。嘿，较罕见，对。双步啊，佫加摇旗花。对，摇旗花。啊，舞阵啊。舞阵。哈。舞阵啊，别项。对，较济人啊。所以咱大黄蜂赛后济啦。有，拢有。伊迄规个系统的。伊早是学人下路的。人下路。嘿，无人下路赛。对。然后接触到这甲下路的拢无啥共，着骹步啥拢无啥共，对啊，因为。我可能一开始迄骹步底较袂对，所以我来遮拢学拍鼓，嘿，拍鼓较侪，对。啊，拍鼓甲其他的赛年，甲其他的鼓无啥共款，伊每一节拍的鼓拢无共，嘿。哇，啊，你就重新开始啦。嘿啊，对，重新开始。啊，你家己体会这个像鼓路也好，还是骹路也好？伊这鼓声，若听起。甲别人较无共，但是若大家听到这鼓，就知影是大黄蜂赛来啊。这两尊到底是啥物？你讲咱观众朋友听。这两尊是电动万岁继承啊。电动万岁的继承，驾乘啊。哦。正型驾乘啊，继承啦，继承啊，继承啦。就经过伊较早学写完版啦，经过将军甲玉建将军啦。哦，金家将军甲玉建将军啦。对。这就是咱的这个写完版啦。啊，这就是咱陈希王老师做啦。哇，敢是迄个布袋戏的大师啊！对，国家文化。陈锡鸿，对。啊，伊甲咱这写来有啥物关系？啊，伊拢来到上海，伊咱东部人啊，
拢来斗相共。以咱大龙帮的人啦，拢来斗相共。啊，所以来甲咱互这个豪华乐。哦，就是咱豪华乐的会员啦。啊，内底这两尊就是更加无共啊。哦，内底这两尊哦，哇！我甲你讲，内底这两尊更加厉害咯。啊，还电火还点起来，哦，你有看到无？这两尊，你甲咱讲者。这两尊就是金车为好万岁啊！这就是大小的老爸李天龙监制的啦。拢伊监制就对啦。啊，拄啊，迄是陈锡宏老师监制。啊，这是李天龙师爷监制。所以，咱这两尊叫做李将军甲吴威虎。吴威虎万岁。哦，李将军甲吴威虎万岁。李金车将军。啊，李金车就是李老车。因大兄。因大兄啦。哦，啊，这咱也是甲咱河洛。这豪华乐社有关系，对。因为李大师，伊是咱豪华乐社的三位啊。三位。哦，你敢有看过布袋戏的大师当演三位？啊，演歌戏、白梨仔戏的三位。哇，白梨仔戏的，对。因你记咯，含有咧我因老爸啦。因老爸就花了下小大，有听到无？哇，你搁讲一摆。因为我因老爸啦，嘿，就是花了下小大。花了下小大呢，啊三花啊，小偷啊三花啊，是两部地戏的李天龙的大师呢。对。这就是伊监制。对，这监制。所以算做地主敬献呐。应该是安尼讲啊，算做地主敬献啦。哇，这个无简单呢。所以咱这个豪华乐社有影是有历史传统的。有啦。哦，要100年啊！要100年啊呢。对。你讲互咱听哦，这个理事长，在你吼一手你也改造，本来是敢若安尼啊，是砖头啊，大家欢喜甘愿来，啊变做社团法人啊，一路行起来，咱头拄有采访就讲，后迄个建教合作的囡仔班，有啦。吼，啊这一路行来吼，你感觉上困难的代志，还是你感觉上艰苦的代志啊？后来甲克服，你讲咱后手若是有少年人要来行这条路的人，互人一个参考。嘛是着认真啊，认真啊，无中间这同甘苦涩，要来去体会啊，个人爱去体会啦。你来看哦，你是叫你我咁问起来，到底是肝还是目屎啊？还是目屎啊？其实这我感觉这个传统的物件吼，要安怎继续活在生活中间吼，唔是干那保存安尼啊，爱吞出去。对啦。你用到什么部分，咱就知影讲吼，咱也有咧做戏剧，吼，也有参与着文化活动，也有传统的这个活动。对啊。即安怎一个人啊用遮侪气力，安怎甲人会当组织起来？你就要用心啊，用心来经营啊。啊，你若做了好，自然人就来斗相共。啊那钱呢？钱项呢？钱就这真奇怪，这钱你要烦恼，自然就来了，自然你慢慢就来了。昨昏你搬戏嘛是同款啊，阮搬戏的时阵。大所赞助有限啊！你讲搬头场的时阵，大所就来啊。本队是南桥来赞助啊，南桥算地方企业来赞助啊。啊，搬头场的时阵，大所来看伊就讲，安尼无要紧，到落来下甲搬药用心看，安尼。我甲你赞助啊。对啊。条件就是讲，你来搬到更较侪人看。你看哦，恁的西镇已经头一，就是讲咱是荷兰，咱是对咱这无耳项的专台独一。对啊。吼，啊，这卡路啊，甲专台独一。对。而且也佮参与着戏剧，毋那是庙镇咧处理安尼啊。那后手你5万。我是望伊这要国家戏剧院搬出来。你下大湾哦。国家戏剧院哦。对啦，搬出来。
李处长，我听你，你若有需要什么代志吼，咱台语台还是咱新安界，咱新安界观众朋友，吼，国家戏剧院哦，对啊对啊对啊，哦，啊，这从此啊开始有发心，对啊，哦，咱有一天在国家戏剧院会当收，对啊对啊对啊，吼，咱感觉有希望哦，咱大龙帮，那是大龙帮，咱也知影讲大龙帮来过去吼，顶下交拼，啊，甲艋舺。对艋舺豆埕啊，来到这个大龙帮哦，这无简单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这落地生根哦，又搁咱这土地公庙，咱搁无讲到土地公庙咧，咱的河安宫哦特色在哪里？你讲互咱听者。有土地部啦，有土地部呢。大连林主义的时代哦，有种土地部啦，种土地部啦，有特别的土地部啊，特别的土地部，普通土地公庙无土地部啦。这差不多是当时头安入来的这个土地部。咸丰啦，咸丰年间呢。咸丰年间啊。听到无？就是咱刷过来的时阵。我迄阵这搁较进前啊。进前就有啊。这早伫咧乾隆的时阵就。所以伊才是真正在地。在地。咱颠倒是对艋舺对豆埕刷来的。哦，迄是豆埕。豆埕。东邦是住较早。东邦住较早吼。东邦住较早就有人啊。哇！所以这是咸丰年间的代志呢。土地部是咸丰年间代志。土地公呢？土地公我都去考究啊你。咱这土地公哦，我头下甲理事长问起来，还佫有咧跋头家落主。有啦。常好有偌济人。哦，最近社会上佫有20几度。听到无？食头家还佫20几度。对。你看倒位的这个都会所在，都会这个台北市内面，还佫有啥物土地公庙，然后再食花食20几度。咱大龙帮有影无简单。哦，咱哦，头仔你是哪讲？咱总一日，你感觉按算差不多几档会当来国家戏剧院来见面？3档5档啊！3档5档吼。对啊，3档5档。无论3年啊5载啊，咱一定来3期。对啊。台湾新港界，咱就会记的哦。爱甲理事长来相约。吼，在国家戏剧院，去来看咱金狮镇，吼，尤其咱河安宫，啊，甲咱，尤其哦，豪华乐社，真正，你就袂记得讲，哇，人生的苦难是啥物？来遮你就真快乐。对啦。看到吼，这个地头会当团结和谐，啊吼，囡仔班会当来，他都会记哦，啊，佫有囡仔班哦，对，谢理事长。好啦，台湾新安界，世界万人界。哇，我感觉野照脸呢，啊，嘴啊呢。